现在林阳邦在这儿，B点在这儿，我们要救完他再绕回来，这很耽误你们的时间啊。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。你一个人能力够吗？没问题啊，我能行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必须得救，马上就走，快！拉上去吧。走。哎呦，出发，出发，快！联邦，喂，哎，小主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小主，走走走走走。小主，小主，哎呀，二哥，哎呀，去了啊！哎呦，你拉个屎，你闯了这么大一个祸。哇，头，去哪儿啊？我这不找他去了吗？哎呀，都，联邦，自己跟下生说。我说啥呀？说多了都是泪。你，哎呀，别，疼。你就是联邦啊？嗯呐，正是在下。敢问班长哪位啊？本来呢就是想恶搞一下连长。哎，那规则里面说了吗？只要到达终点，不计任何手段嘛。我一想，这不计任何手段，这车上那么多吃的，我给战友们都安排，这样既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，我也捎带手赚点小钱嘛。联邦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你是怎么想的你？对呀，我们都搭进去了。联邦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贯对待前台态度就不端正，咱们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，你还干这些事儿，你说我好几次想拦你我都拦不住，你说我怎么批评你呢啊？你再这样下去，这太危险了，联邦。你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说的跟你没吃似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态度，要是现在连长在，非暴揍你一顿。联邦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这几个老兵，啊，就是因为来救你，放弃了一条近路，你知道他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吗？你知道你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多少麻烦吗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确实我做的过了。大家都绕了这么远的路来救我，谢谢大家。行，别叨叨。我们几个本来准备在终点以教官的身份跟你们见面，没想到在这儿提前看见。这次跟着小夏过来，主要是担心你们的安危。我强调一遍，这不是大学生露营，也不是篝火晚会。行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明天一天任务。是。棒棒，棒棒。
啊！你看，哎，战友们，战友们，醒醒，看，快醒醒！我去！战友们，之前咱们都是各自为战，今天这帮老兵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样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兄弟第一，竞争第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携手一起走到长老村，到了长老村，咱们再一较高下，行不行？行。来，拿来，来，接着来这，啊，有了吗？来，给你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老寒腿了，没事吧？昨晚在通道里还硌了一下。老狼，我告诉你，回头我瘫痪了，你给我买轮椅啊！你买，我给你买个电动4驱轮椅，行不行？去你的吧！老狼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这太感情用事。你说你跟个新兵，你让什么道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这条新道咱们走定了。哎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你新兵说的是没错，但是你想想，就他们的年龄还没咱们军龄长呢，你老了个儿子叫什么？儿子呀，那这个儿子没一个我喜欢的。行了，别什么老子儿子的了。现在谁要是给我2个馒头吃，我立刻就跟他私奔。呀妈的，你就跟人私奔呢你？你俩肉包子你还偷鸡了呢你？正好，这我是被火车撞了一下吧？好家伙，这太狠了你！这吃的是给儿子们了，但咱老子们可以搞一个精神会餐。哎呀，宗子，你把那盘羊肉给我递过来。好了，来羊肉。哎呀，这白汤老不开呀，红汤开吧。我跟你说，哎，油费点低呀！啊，油费点低呀！我跟你说，再弄点蒜末啊、蒜泥、香油啊、蚝油，我这行了，少搁点盐，行了。辣椒油，你吃什么底啊？麻酱啊，麻酱，多搁韭菜花，酱豆，酱豆汤，酱，那我也买酱底。韭菜花，加点鱼露。对，你说我吃原味的吧？我先下点肉吧。哎呀，能下了，能下了。来，我先来个火烧，我先。再来红烧，我给你下2盘肉，下过去，2盘肉下了。哎，看着啊，差不多了，一变色就能吃了。你先把这口吃了，先把这口吃了。我这这块儿，这个，谁吃？他现场吃过。你站在哪调料？在哪？在哪调料？哎呀，还有葱花呢。哎呦，还挺长。哎，什么感觉？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哎，不光肉特嫩，里头还有点油。哎呦，滋溜一下，哎呦，滑到嘴里了。哎呦，这香！哎呀，还有油，还有肥的，还有瘦的，一咬扑哧，葱花，扑哧。来一下，香啊！快啊！我说哥儿几个啊，都别幻想了，回到现实吧。哎，刚挖的野菜，你给我来个大的。哎，好，野萝卜这是。我这最小啊，你还吃缨子？你的印还多呢。这，那先继续出发，找条小河，洗萝卜。走。大家跟上，这边走。哎，慢点。
下去了，都是钢铁侠。什么侠呀？我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老兵。哎，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唱首歌振奋一下气氛啊？妈，啊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存体力。哎，人到齐了吗？齐了。好嘞，走这边，跟上。好了，跟上啊！来人了！哟，真来一个啊！我给你看看，谁呀？这是？别这一下。王军，为什么不等其他人，自己一个人先跑过来了？报告连长，这比赛不是春游。哎，我问你，得第一名很重要吗？连长，第一名不重要吗？老李，又来新人了。啊？第二名来了。嚯！连长同志，战日连计完毕，应到120人，实到86人，请指示。小心，升！好，升！讲一下。小鸡。连吗？走，出列。是。对，
连邦，你怎么站在这里了呢？报告连长，我自愿参加270里王牌号手的选拔赛，我是一名参赛队员。来，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让你出列啊？报告连长，不清楚。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？这样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呢，选择主动放弃退出了，按下了红色按钮，你不应该站在这里。报告连长，我一直都没有放弃，我也一直在队伍里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兵来将挡。车来偷车是吧？偷车？没偷车呀？啊，是，我是在中间捡了一辆吉普车，那完了，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开走了吗？可以啊，联邦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儿，你确定脸不变心不跳的在这跟我扯犊子吗？我没扯犊子呀，确实是捡的那辆车呀。哎，不信你问易子梦吗？问什么易子梦？你谎报军情，按下红色的按钮，趁着我去树林里面搜救你的时候，你跟易子梦偷了我的车，我没冤枉你吧？冤枉啊，连长！我你这说的什么跟什么，我都整不明白了。我确实没有按下放弃按钮啊。谁的名字？哎呀，这我说怎么找不着了？哎呀，原来在您这儿呢。哎呀，联邦，我呢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问你，我冤枉你了吗？没有冤枉，您啊不了解当时实际的情况。我确实是捡了一辆吉普车，然后我是真不知道那车是您的呀，是吧？这么说，是我，怪我自己，怪我自己呀，没看好车。哎，不，那确实是怪我，真的不知道那是您的车。那怎么就把我车里的东西给卖了呢？啊，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开着车，完了就遇上这后面这帮兄弟们了啊！那时天也黑了，哎，物资有短缺，那风呜呜的吹呀，是吧？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您这后备箱里有这么多食品，我就寻思着给大家安排安排。完了，我就让大家吧，把这个账先记一记。哟，这么说呀，我应该表扬你。哎，不用，那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行，说的挺好的。我总结一下啊，说了这么多呢，有2点我要牢记。第一，以后不管到任何时候，我一定要牢记，把自己的车锁好。第二呢，今天啊，我应该当着全体官兵的面，好好的表扬你，真棒！这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连长，那我归队了呗？入列吧。是。全体都有立正。同志们，战刃连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，但是我作为战连的连长，即刻起发布战刃连第一个决定：连盟同志立刻离开队伍，马上滚蛋！全体都有解散。向右蹬，前方蹬。
连长，连报，立正。连长同志，凭什么我就淘汰退出了？连报。连报，我告诉你，退出不可怕，撒谎才是耻辱。是不是旅长说的啊？只要能赢，不计任何手段，对不对？啊！我这是贯彻旅长的命令，对不对？我管你是谁的命令，我只跟你说2点：一，马上给我滚蛋；2，把车里的东西给我还回来。命令都下了，改不了了。啊，我都调整过来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们弄得我怪难受的。啊，别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我唱2句吧。啊，别为我哭泣下作兄弟。哎，虽然没办法和你们成为合成连的战友，但是呢，哎，但是你们也可以不用去了呀。老爸，之前我救了你3次，这次我真的救不了你了。不用说了，啊，都在心里边。你们呢，帮我跟几个老班长带句话，就说我帮公子没办法在合成连报答他们的恩情了。哎，帮帮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，送你2句话啊，以后啊什么都可以卖，回到代机库千万别把导弹卖了就行。行了，小心啊！收起你们的不舍。102连2排，连安吧。老吕啊，别翻了，让自己的身体也歇一会儿，啊，让我眼睛也歇一会儿，看着眼晕。我愿意，我在这烙饼呢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想留不能留、恨铁不成钢的这种纠结？不纠结啊，连猫就应该离开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就佩服你嘴硬，嘴真硬。咱俩搭伙这么多年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越是你喜欢的兵，越是你在意的兵，你越愿意多说2句。什么时候这个兵啊，在你吕中这儿不被骂，不被挤兑了，不被说了，几乎也就没什么味道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几个意思啊？啊？你那意思，这联邦在我心里面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兵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像这种目无组织纪律、满嘴谎话的，有一个给我走一个，有2个给我走1双。老吕啊，把手放在你的心脏上，说这话亏不亏心？亏不亏心啊？啊？人家连安邦挺好的，这小子机灵，身体素质好，对吧？而且来自四川老区，其实这孩子还挺踏实，而且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可是，这小子偷东西，并且公然贩卖，我甭管他是谁，哪怕他价值基础好，也给我拍屁股走人。真不想留？不想，别后悔。不后悔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呢？你什么个意思啊？你这么想留他，那你留啊。不过没办法，这人啊已经让我给清走了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！要是真想留的话，我发火生气那会儿，你为什么不拦着点我？哎呀，老吕啊，咱俩搭班这么多年，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在你吕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绝对一言不合。知道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，我怕你一激动把咱发射车那导弹给点了。我还有很多未了的夙愿。我现在呢，我就想发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得控制。请坐。说，不逗你了啊。不过说真的，林安邦啊，是喜欢钱，也爱躲点小聪明。但你不觉得这孩子还挺可爱的吗？新闻联的时候，我观察过他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事儿啊，我一直没弄明白，我也没问他。啥事儿？这林安邦这么喜欢钱，从来不铺张浪费，几乎没什么日常开销。你想过没有？一个人那么喜欢钱，却几乎不怎么花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问你呢？这守财奴啊，不舍得花。这个答案在你吕征嘴里说出来，一点也不意外。翻篇了，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阶段这个选拔任务吧。我最近啊，在寻思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我想让这些小子们，在这个点上，到此为止。啊？现在的淘汰率啊太低了，啊，我想让他们陆续的、尽快的、一个一个的回家走人。再见。班长，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。加油，振作点，啊，振作点。我上午给你那个红色药水你带了没？看一下，哎，酒精棉呢？在底下，在这。哎，认识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咱们很熟吗？熟啊，咱那卫生队之前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没事儿跑跑卫生队，装病跟卫生员唠嗑。然后被我们队长打了10几针的林安邦，是吧？你这屁股上的针眼都长好了？这么多战友呢，你得稍微给点面儿。那谁呀？三爽吧，一边去！全旅实验
不知道他是缺什么，你还招点他。你啊，好的不学，就学那歪门邪道的。林安邦，你怎么也被淘汰了呢？那个意外啊，纯属意外。哦，意外啊，那还真是挺遗憾的。林安邦，我们卫生队又分来了好多小姑娘，欢迎来打针啊！你们啊，这大哥别叫二哥了啊。行吧，那个我抽空去吧啊。看他那个样子。教育考进，向前跟，小心，一整，连长同志，战日连集合完毕，应到85人，10到85人，停止。小心，整，小心。讲一下。小心。开训的时候120人，现在85人，不错啊，还剩85个呢。这淘汰率啊，好像没那么高。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很优秀，我告诉你们，接下来的选拔更加的残酷。下面我宣布，终止现在的任务。你们将进行新的任务，马上就要登车了。临登之前呢，我送你们一句话：祝你们好运。准备登车。前两列登1号车，后两列登2号车，立正，向右转，进一步登。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是不是有个包还在里头？对，咱去吧。哎，当时谁义正言辞说的？还说60多舞蹈老师又给学生这后空翻，又给学生下胯劈腿拿大顶。你这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收拾走吧。哎呀，当着旅长面好意思说，当着我们老哥几个不好意思说啊，害羞了还说什么来着？什么这个什么20多小伙子，什么返老还童是吧？脚底下咣咣直踹我。哎，20来岁是我说的啊，但不是我踢的，我踢的。哎，老狼，你就别挖苦我们了，你这一打击可就是一大片啊！啊，哎呀，行了，不说了啊。但是这回怎么样？咱们得服气吧？服啊！旅长让咱们参加这次初选，嘿，牛！旅长咱当然得服啊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咱是不是得服咱们自己啊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说实话，这最开始说让咱们跟这帮二郎当岁小伙子同台竞技，我这心里也犯嘀咕，这真硬头皮上。但结果事实证明，咱们行啊，咱们不老啊，真是对呀，老啊还是老点，你看皮都耷拉了。但是体能上咱输了吗？绝对没输，没有。技能上那帮小孩能比得上咱们吗？那差太远。所以说，事实证明啊，咱们有用，而且是有大用，很有用，必须的。有掌声，有掌声。说实话，当时我也心里没谱，也不敢在旅长面前拍胸脯了。可是这一下来，咱把自信心给找不回来了，有意思。好，有意思。嘿嘿，嚯，说得好，吓我一跳。各位班长，刚才说的话，我可都听见了啊！你这偷听啊，这是。不愧是老同志，觉悟就是高。这找回自信呀，最重要。什么叫找回自信啊？
是一直都有自信。对，一直有，一直有。班长们，啥意思？旅长啊，一大早送过来的，军需特批的，关怀老同志的东西。这么客气呀！哎呦，挺暖心啊！毛衣哎，哎，东西不少啊。你说我们走吧，他就把他自己和政委车送我们，这临了还送东西，你说这就见外又暖心的。旅长啊，这是关怀咱们老同志。不用给，用不着啊，我们这都18、19岁大小伙子嘛。是啊，我们是早上10点27分46秒太阳。有分有秒的。哎，让我们坐旅长和政委的车回去，已经是最高荣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各位班长呢，老当益壮，意气风发。行，那我给旅长再送回去。哎，对，这啥来着？一人一套，这就小纳了啊。就是，毕竟是旅长的一份心意，而且马上变天了。各位班长，这吕征啊，让我跟您说，这次的选拔任务，这帮新兵们参加完这个魔鬼训练营以后啊，就去到你们那儿了。他过2天就过去了。好，那我们也赶紧出发，准备一下。不，这魔鬼不魔鬼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服气。总之一句话。这帮小子到了咱们那儿啊，准让他们掉层皮。对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老吕说了，这帮新兵们去了你那儿以后，我俩呀大撒把，全委托各位，就按你们的办法来。哎呀，各位班长，那这时间也不早了，咱出发吧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好嘞。能不能让司机开慢点？我晕车。晕车？还想当王牌好手？真打起仗来，车开的比这还快。你让司机开慢点，万一我们掉下悬崖怎么办啊？开车的是郎班长的徒弟，你放心吧。等一下，小谢，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于全海，是这个训练队的大队长。你们可以叫我一队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将共同度过。我知道，各位都是各个连选拔出来的精英。来到这里，也是带着自己连队的荣誉来的。但是，
我现在请你们听清楚，在这儿没有什么精英，你们在这儿没有姓名，没有军衔等级，你们唯一拥有的只有一个编号。5435、5436、5437、5438、5439、5428。报告，呀，我能不能换一个编号？为什么？我不喜欢这个数字。5438，你记着，在这儿没有喜欢和不喜欢这两个概念，只有留下和滚蛋这两个选择，明白吗？5438，明白。大点声。明白。很好，继续。李子李子，我今天在队伍里面喊报告了吧？啊？我没违反规定吧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我的个人诉求他不给予理睬？哎呀，我就觉得吧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对方怎么看都看不对呀。你是说他故意针对我？不能啊！部队靠成绩说话，你要是成绩好，他能说什么呀？那可不见得。那夏卓在咱们连里的成绩也是拔尖的。哎，就那个大老驴，啊，他平时也凶巴巴的，也对夏卓没什么好脸啊，可不像他。我明白了，我这个人吧，跟脸长的人没有缘分。你看大老驴，这边于全海，脸那么长。别想了，快睡吧。睡吧。睡吧。你们是不是认为在找老孙跑步，那就是所谓的选拔了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那只是预热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真正的竞技场是这儿，在这儿，你们要经历从未经历过的严酷训练。接下来这15天的训练，我呢，先向大家伙道个歉。如果你们想骂我的话，可以，但是要在心里骂。如果让我听见，只有一个字，惨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上级的委托，他们要迅速地建立一支全面、单兵素质极强的战刃连。我呢，要提高你们的体能。你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是梅西，但走的时候，我让你们变成C 罗加梅西。快点，快点！绑上沙袋，跑得就慢了吗？废话！来，所有人向后转，面向我集合。刚才好像有人骂我啊！
谁啊？谁？报告，是我。5438，大训练场跑3圈。不愿意啊？好，全体新兵，大训练场跑3圈。报告。还有呢，我是特种部队出身，调入火箭军之后呢，我很不适应。我信一句话，军种性质。你们是火箭军，所以一个个呢，都文绉绉的，就连喊个口号都不够野，不够霸气。火箭军吧，素质都很高，不是大学生，就是士官学校毕业的，谁见着谁都很客气。那我想问问，这上下级的关系就这么融洽吗？所以我想板板你们的毛病。一个全能的发射号手，不仅能够打出一枚精准的导弹，同时在战友执行发射任务的时候，自己能够执行警戒任务。干嘛呢？站都站不稳，停了！刚才没有保持住持枪姿势的，原地俯卧撑50个。报告，讲，他撞我，怎么保持姿势啊？海胜，上班。是。往前点。持枪出击的时候，保持姿势是保证2次精准打击以及避免误伤战友的最基本要求。今天的训练科目很简单，武装越野1整天，最后1名到达的将没有饭吃，而且这个规则在任何训练中都适用。快点，快点！还6公里就没体力了吗？快点！我这儿没有所谓的人道主义，还是那话，坚持不下来，你们可以随时走人。报告，怎么又是你？我有个问题。闭嘴！什么也别问，问了我也不回答。快点儿！快！啊！哎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别管我了，你先走。我扶你吧。不行，真跑不动。你快走啊！坚持住啊！好。哎，赶紧休息。后边的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！后边的跟上来！啊，讲一下啊，你们虽然是火箭军，但我要求是，当你们离开了发射车，你们依然是一名合格的兵，有耐力的兵，有毅力的兵。就算战场上只剩下你一个人，只要装备还没有爆炸，你的任务就是把最后一颗导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去。别以为火箭军就是坐在发射车里面，吹吹空调，输入个坐标，然后呢摁个按钮。错了。集合！集合！全体集合！报告！5416，今天晚上没有你的晚饭。是。归队。
起立。我宣布过，今天晚上你没有晚饭。这是谁给的？谁给的？报告，是我。报告，是我。报告，是我。你现在可以吃了。我宣布你被淘汰了，把你们营的营旗降下来，带回连队去报道。就我一个人被淘汰，为什么要降我的营旗？一个人也会给自己的营带来耻辱。报告，吃的是我们仨给的，是我们的错，跟他没关系。你是想教我怎么做吗？你们三个到营房外边站着，站到天亮。军长龙长，叫班长就行。班长好，干嘛呢？我这不打卫生的嘛，啊，一会儿就结束了。说你最近干嘛呢？啊，最近在复习理论呢，这不导弹概论，后天考核了。都挺好啊，挺好。气势不好，彷徨、失落、后悔了，是不是？惦记另外那3个是吧？那仨是真不着调啊！啊，你说就把我放这儿了。我知道这事儿怪我，但是你说一点信息都没有，那真是人间蒸发，一点面都不给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出条路，想走不想走？你要带我见他们仨家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换一体面点的衣服，常服怎么样？玩呢？啊？传我证。
跟我学驾驶吧。你们班长会找你的。抓紧吃啊！只有5分钟时间，你们桌上的东西这么多，别到时候吃不完，抓紧补充点营养。5分钟，就这还吃不完啊？说他自己呢吧？你看他这桌上啊，还有卧龙坚果，这营养和能量补充也太丰富了。这又是一次挑战极限的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放弃？我都不知道“放弃”这2个字怎么写呀。我就了解你，你就有股子韧劲儿。哼，笑什么呢？我在想林安邦啊，他现在肯定已经摸到了导弹车，现在正在理论和实践并驾齐驱。我们呢，还在这儿搞体能。这一点我同意啊，在专业上面，他肯定抢先我们一步了。哎，你说，林安邦他会选什么专业呢？驾驶员啊，这肯定的。哎，你们俩选什么专业啊？这个得听班长安排吧。这至少也得尊重个人意愿吧。我觉得是。差不多行了啊，看你们半天了，还聊啊？是不是想吃半截出去跑圈去？司机号手啊，是全车4个号手中非常重要的位置。那么在车内代号呢是4号手。大家不要以为司机号手仅仅就是驾驶这么简单，它还有一个别称，叫做配供电及操作号手。来，大家全车的供电系统都在我们手上。如果我们不启动，就别说他们几个号手出去打导弹了，这导弹数都数不起来。士官长同志，您再给咱们多讲几句呗。我现在专业知识还差点意思啊，还是得班长给你们讲啊。实操的时候有的是收拾你们的时候。蓝班长啊，是太谦虚了。这老师傅呢，一般都是最后才出手，所以啊，先由我给你们讲讲。选拔被淘汰了没关系啊，你们好好练，技术知识过硬了，被我瞧上了，一样有机会进战士队。来，看看这儿。夏叔，我们都坐了快10个小时的车了，这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每次都不一样嘛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还不如早点养精蓄锐。休息休息。
个问题：从参军到现在，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报告，说，我想当发射号手，亲手打出一枚实弹。你知道一枚弹的造价是多少吗？你知道一辆发射车是多少军工单位技术的结晶吗？准备好了吗？543班，你说。报告，说，我就是想摸一摸，或者做一做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可以，拿到第1名就可以。有一件事情，你们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抗压训练40人，你们只淘汰了1个，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接下来你们马上要面临的第2阶段，也就是生存训练的阶段。你们会知道，之前所有的那都是小儿科，现在你们还剩下39人，我要求你们3个人一组，自由组合成13个小组，每个小组会得到1张地图、1个指南针、1个求救信号、1根木头和3块压缩饼干。你们必须在1周之内到达地图上标记的集合地点，在那里会有1辆发射车等着你们。记住，我只要前6组，第1个到达的小组，除了发射导弹我不敢答应，其余的我都敢。但是有一点，只要有1个人拉响了求救信号，全小组都会遭到淘汰。1周之后见。现在就1块，7天呀！这还不是最难的，最困难的就是我们3个，不知道要背那个大木头桩子走多远，多沉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们现在的位置要到终点，直线距离至少还有300公里。这是山区，别都有直线了，不迷路就不错。这样，一会儿那木头，大晚上一起烤。我知道这个饼干用来干嘛了，人吃肯定是不够，但是可以给鸟啊、鸡吃。我们把它碾成粉末，做一个简单的捕食器。聪明吧？行了，别玩好话，人都快走了，走吧。没事，咱们之前有经验，走吧。来，1、2、3，的夏天，一张考卷，公园这边就不红了小脸，很多年，不许太多的语言，我问候对方编织笑脸，曾经穿过的纱。像你没去尝，像你温柔踏过的街上，一夜你向前，梦中的色彩世界，6个月过去一瞬间。你是我家乡落叶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平路还好走，这斜坡简直太累了。哎，我们就每10分钟换1次肩膀啊！好，来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换肩膀啊！来，1、2、3，
快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。哎，欧阳呢？啊？欧阳？啊？欧阳，你滚到哪儿去了？你没事吧，欧阳？什么叫滚哪儿去了？会不会说话？哎，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这不怪你，天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反正我们应该就在原地睡个觉，明天再继续赶路。睡觉？这才走了几公里啊，就睡觉？夏哥说的没错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漠河行军反而适得其反。我们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天一亮再出发。啊，我懂了。那我们找个舒服的地方睡觉吧。找什么找啊？啊？这儿挺好的，刚才滚下来的时候，看着还挺平坦的，挺好。就在这儿。又失眠了。我在想于轩海呢。你就这么恨他吗？我是在想，以他现在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到作战部队去。可是他却偏偏待在这个偏远荒芜的地方，做一个基层的选拔营教官，说不通啊。啊！走开！嘘。昨天晚上只有这一组没有前进，其他的12组都在连夜行军，已经到了这个位置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是哪一组啊？就是543-8那一组，我猜他们应该是直接睡了一夜。哼，应该是这5438的主意。哎，于队，
今年的这批学员虽然不是训练营的第一批学员，但绝对是咱们全军第一批带着木桩野外求生的火箭军吧？你是不是想说，我这个做法太荒唐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啊，这对于他们来讲，是不是太难了点儿？等有一天，他们身处战场，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而无能为力，而自己想的呢，是能不能回家，和自己的亲人再见面。那个时候，才是他们最难的。啊，昨晚咱睡了一觉，也不知道被谁按住还是多远了。他们那个叫欲速则不达，我们这个叫磨刀不误砍柴工。那帮家伙，1晚上可以不睡觉，2晚上可以不睡觉，他们还能一直不睡觉？这话说的是没错，也是老兵用过的方法。你这个方法确实达到了劳逸结合。来，我刚才研究了一下，大概我们的方位现在在这里，摆在我们面前有2条路可以选。第一条，往南方向行进，但是要翻过2座大山；第二条，往东方向，可以绕过2座大山，但比平常要多半天的路程。我不建议绕啊，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要比别人快到，要不然会被淘汰的。我建议绕。现在我们最短缺的就是食物，爬山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只有在保存体力的前提下，我们才有可能赢。保存什么体力啊？他们能爬，我们就不能爬了？真是你就是懒了。哦，我最近喜欢听你的歌，不代表你唱的歌就好，别膨胀啊！你是学艺术的，但至少也读过2天书吧？怎么干起事来跟个智障一样呢？啊，你这一顿有鸡肉吃，那下一顿呢？你今天可以不吃饭，那3天以后呢？再说了，我们还有那么大一个累赘呢。行了，别争了啊！我刚才仔细研究了一下，我觉得可以中和一下，往东南方向。第1座山搬，第2座山绕。行，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收拾东西出发吧。我是帮帮带就好。干嘛呀？3日带反而不好分了。卖货呀。上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开着是？我跪！下去！别慌，都别慌！我告诉你们，一个个都在地方有驾驶基础的，一慌全乱。远点这儿。下一个。哦。休息一下，来，1、2、3，哎呦，1、2、3，放！哇，我觉得我们不会被饿死，也不会被累死，我们是被渴死的。喝我的。好兄弟啊！
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是嫌弃我呀，还是怕我嫌弃你啊？这不是这2天大家都没刷牙，不为什么？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我是真坚持不下去了啊！你说这什么破比赛规则呀？3个人还必须都在一起，缺一个都不行。 200多米的树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还有200多公里的路要走，我们能坚持得下去吗？欧阳，行啊，不像你说的话呀。 休息一下，3分钟之后出发。来，这边，啊，来，来，1、2、3，就这儿，来，1、2、3，放，1、2、3，就是这儿。根据地图上看，我们已经走了100多公里了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。那边，只要穿过那片山林，我们就离目的地不远了。离那片荒地还有多远？看一下，50公里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天一定要走出这荒地，要不然我们3个就走不出去了。咱们已经弹尽粮绝了。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天色不早了。差不多，带回吧。辛苦啊！往不上。咋了？有事啊？来，你过来说吧。我过不来，我有权限，你过来。什么情况？焦虑啊！明白。你就该焦虑。你今天在车上表现像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我都怀疑我看走眼了，我。你没看走眼，那我是有实力的。你主要我一上那车吧，我就紧张啊。